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3月1號禮拜日嘅第一節，我哋先去跟進下最新嘅國際局勢。嗱，話說特朗普總統喺真相社交平台宣布，歷史上最邪惡嘅人之一哈梅內伊已經死咗。呢一次係伊朗人民奪回自己國家嘅最大機會。伊朗官方媒體表示，哈梅內伊嘅家人包括佢嘅女、孫、新抱同女婿喺美國同以色列嘅空襲行動當中喪生。至於以色列國防軍就確認，起碼7名伊朗軍方嘅高層喺第一日嘅行動當中被定點清除。好啦，喺講落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記得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多謝晒大家嘅支持。我哋喺尋晚就係做咗一次直播節目㗎，足本重溫片段已經分別擺咗上 YouTube 同埋 Patreon 嘅會員頻道。如果大家係有興趣收睇翻嘅話啦，就可以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支持我哋持續發展落去。咁啊，尋晚直播頭半個鐘呢，我覺得簡直就係大快人心㗎嚇，因為我對於嗰啲咁嘅左膠 KOL 係深刻嘅批判，我忍咗好耐㗎啦。咁喺呢一節呢，就未有拉來招呼嗰班人住，因為呢有一單普天同慶、舉世歡騰嘅消息要向大家呢係彙報，就係哈梅內伊及其家人已經啦係一日冚包散晒啊！咁就唔單止係佢本人㗎，連佢嗰啲嘅女啊、孫啊，全部咧都係一同歸西咁樣。我哋就先去睇睇特朗普總統喺真相社交平台嘅宣佈係點樣講㗎。貼文提到哈梅內伊呢個歷史上邊最邪惡嘅人之一已經死咗啦。呢個不但只係對伊朗人民嘅正義，亦都係對所有偉大嘅美國人嘅正義，以及係世界各國嗰啲被哈梅內伊及其嗜血暴徒殺害同埋致殘嘅人們嘅正義。哈梅內伊無法躲避我哋嘅情報同埋高度精密嘅追蹤系統。喺同以色列密切合作之下，哈梅內伊以及同佢一同被擊斃嘅其他伊朗領導人係毫無作為嘅可能。呢一次係伊朗人民奪回自己國家嘅最大機會。我哋聽到佢哋嘅好多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軍方人員以及係其他安全與警察部隊已經係不願再戰，並且正在尋求我哋嘅豁免。正如我尋晚所講嘅，而家佢哋係可以得到豁免，以後嘅話呢，佢哋就只會得到死亡。希望伊斯蘭革命衛隊同埋警察部隊能夠和平地同伊朗愛國者合併，作為一個整體攜手合作，使到伊朗國家恢復應有嘅偉大。呢一個進程應該好快就會開始，因為不但止哈梅內伊已經死亡，而且呢個國家喺短短嘅一日之內已經被嚴重摧毀，甚至被夷為平地。然而猛烈而精準嘅轟炸將會喺整個星期持續進行，毫不間斷，又或者喺有需要嘅情況下持續更耐，以實現我哋喺整個中東乃至係全世界實現和平嘅目標，就係要以實力促進和平。感謝你對呢件事嘅關注。以上就係特朗普總統最新嘅宣佈啦，係確認哈梅內伊已經釘咗蓋。咁其實冇得釘蓋，因為佢係橫屍街頭咁就據一啲以色列嘅媒體所講呢，就話哈梅內伊嗰條鹹魚呢已經係揾到㗎啦。而內塔尼亞胡總理已經係睇過相關嘅證據，咁所以呢，就係哈梅內伊好大機會已經係死咗啦。咁就伊朗官方呢，就未肯承認哈梅內伊拉柴嘅。咁而哈梅內伊嗰個 X 帳號呢，仍然係發布一啲嘅貼文，咁但係呢，就佢本人冇現身嘅，所以就可以話哈梅內伊嗰個 X 帳號嘅小編未死咁解啫。
而哈梅內伊本人呢，就已經去咗接受上帝嘅審判啦。咁就至於話伊朗目前嗰個情況係點啦？我就留意到喺 X 平台上邊，縱然伊朗目前就處於一個封網嘅狀態，但係仍然有啲人呢就擺咗去經過星鏈咧擺啲影片上網。喺德黑蘭啦，就好多人漏夜嚟到去放煙花同埋歡呼，就係慶祝哈梅內伊死亡嘅。而且全球各地嘅伊朗社群啊，就好多人咧係走上街頭歡呼，係揮舞呢一個伊朗嘅獅子旗，即係呢一個伊朗皇室嘅旗幟。咁就可以見到呢個哈梅內伊係幾咁得人憎先至得㗎，因為佢既係神棍，又係屠夫，以恐懼嚟到去實施統治，就使到咧好多伊朗人係不滿咗好耐㗎啦。故此而家等到一個機會，就係美軍同以色列聯軍咁所以咧就伊朗人民嗰個嘅意見咧係好清晰嘅，就唔輪到有啲咁嘅咩左膠 KOL 喺度嚟凌駕啲民意、騎劫啲民意。大家睇到而家嗰啲 KOL 咧如喪考妣，有啲係縮埋一嚿啦，係咪啊？又唔提呢單嘢啦，就係可能未曾諗到點樣兜啦。有啲趌一出嚟咧，又開始扮中立啦，但係裏邊又滲啲私貨。借啲意咧又鬧特朗普咩違反國際法啊，一陣又違反國內法啊，一陣又話哇佢呢一啲咁樣嘅公義係遲到㗎啦，就遲到好過冇到。而家呢班咪賤嘴醒咗㗎，唔講 tackle 㗎，因為特朗普真係言出必行，真係走去揼伊朗嘅時候，佢哋咧就開始轉換啲説法啦，就話特朗普話，佢呢啲咁樣嘅行動咧已經遲咗成個月啦，示威者嗰啲血白流啦，示威者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係俾佢出賣㗎。特朗普優柔寡斷啊！佢哋開始就講呢啲嘢，繼續散播謠言。有一樣嘢我真係不吐不快嘅，大家睇翻成個時序。究竟伊朗示威者被屠殺最犀利嘅係發生喺幾時呢？就係今年嘅1月8號同9號，就係有成2萬幾個伊朗嘅民眾啦，係不幸嘅喪生喺1月8號同9號。咁然之後，特朗普總統係幾時講到話？呢個援助正在路上嘅啦，就係1月11號喺真相社交平台講嘅。然之後嗰班咁嘅人咧就揸住呢句説話就猛嚼特朗普啦。實際上伊朗喺1月8號就已經封咗網，伊朗嗰啲人就完全係睇唔到外界嗰啲嘅信息㗎啦。除咗極少數係有星鏈嗰隻衛星碟可以連到上網嘅之外，咁何來話特朗普走去老點啲示威者去死啊？咩叫人衝自己鬆啊？呢啲人講乜嘢？呢啲係人渣所講嘅嘢嚟嘅，話俾大家聽係。日日就喺度潑冷水，日日放負，左一句 tackle， 右一句 chicken out。而家咪做咗俾你睇啦，已經係伊朗人民，無論係喺伊朗境內嘅，抑或係喺伊朗境外嘅，喺國際社會唔同地方嘅伊朗社群，個個都盛讚美國嘅行動，都盛讚特朗普嘅行動。就只有呢班咁樣嘅左膠 KOL 繼續喺個網嗰度咧散播謠言，喺度嚟酸溜溜，唔抵得。究竟呢啲人係咩居心呢？佢係咪真係捍衛公義呢？大家就係要用心嚟到去睇清楚啦。呢啲咁樣嘅頻道，呢啲咁樣嘅言論係好離譜啊！唔好再老屈又話咩遲到。我哋一早咧就係，如果你有聽我節目嘅話美軍係要做一個好周詳嘅部署。萬一喺呢一次嘅行動當中引致到大量嘅美軍人員嘅傷亡，特朗普總統都要面對翻國內嘅民意，同埋佢嗰啲政敵就會見縫插針。你而家睇到佩洛西嗰啲咁嘅民主黨人就已經趌緊特朗普啦，又話佢冇向國會匯報冇取得國會嘅授權就打伊朗啦。呢啲人根本上就係擘大眼講大話，根本上就可以喺48個鐘頭之內以書面通知國會。而奧巴馬以前亦都做過相同嘅嘢，我話俾大家聽，就係喺未取得國會授權之前已經揼咗啦。咁點啊？嗰陣時你佩洛西嗰啲唔出聲，嗰啲民主黨人究竟咩居心啊？日日就話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到而家真係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啦，佢哋就繼續咧走去揼個三軍司令嘅。呢啲係咩嘢人嚟㗎？你睇下嗰啲仲有啲左膠 KOL 係乜嘢人啊？乜嘢居心啊？所以我一定要將成個時序好清晰咁樣交代翻出嚟，使到大家咧唔好俾嗰啲咁嘅左膠 KOL 洗腦誤導呢樣嘢係好重要㗎。好啦，咁講翻咧就係而家呢一單咁樣嘅情況啦。咁就
伊朗嘅官方媒體就話，哈梅內伊嘅家人，包括佢嘅女、孫、新抱同埋女婿，已經喺尋日嘅空襲行動當中啦，係喪生啦，命喪黃泉，一日冚包散晒。咁而家點知道哈梅內伊係拉柴呢？咁樣嗱，一個以色列高官就向路透社表示啊，已經咧係發現到哈梅內伊條鹹魚啦。據以色列第12頻道嘅報導所講啊，哈梅內伊條鹹魚啦喺佢德黑蘭嘅住所被尋獲之後，相關嘅照片已經啦係通報咗俾內塔尼亞胡總理，即係佢睇過㗎啦，呢一樣嘢係。內塔尼亞胡喺向公眾發表嘅影片講話當中就提到啊，越嚟越多嘅跡象顯示哈梅內伊已經不在人世間生存啦。佢提到啊，喺一次強而有力嘅突襲行動當中，暴君哈梅內伊喺德黑蘭市中心嘅住所被摧毀，呢名暴君已經不再活着。到底哈梅內伊係點死嘅呢？就係死於美國同埋以色列嗰啲精準嘅情報，哇！嗰個追蹤咧真係好厲害㗎。嗱，據呢一個嘅以色列方面所講啊，哈梅內伊係同多名嘅高層一同被擊斃㗎，即係有人咧戰屍體陪葬嘅咁樣。其中咧包括係具有重大影響力嘅前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姆哈尼，以及咧就係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帕克普爾。喺空襲開始之前冇耐啊，哈梅內伊啦就喺一處安全地點同沙姆哈尼以及啦係國家安全委員會嘅秘書拉利賈尼會面㗎。咁就當美國同以色列確認咗哈梅內伊同嗰啲高級顧問會面嘅情報之後，確認到佢哋喺度見緊面啦。美國同埋以色列嘅空中同埋海上行動係馬上展開。當知道神棍同埋嗰班嘅屠夫高層聚合埋一齊嘅時候，一網成擒。而且為咗維持突襲嘅效果啊，就必須要首先打擊哈梅內伊，擒賊先擒王，等佢樹倒猢猻散。原本啊，美國同埋以色列就預計哈梅內伊會喺禮拜六夜晚黑先至啦喺德黑蘭舉行會議㗎。點不知咧，以色列嘅情報部門偵測到呢個會議提前咗喺禮拜六上晝舉行，因此呢個空襲行動係提前展開，所以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行動係當機立斷嘅。明知道呢個哈梅內伊佢唔係匿埋喺個地堡，而係趌咗上地面，而且同嗰班咁樣嘅軍佬屠夫高層聚合埋一齊嘅時候，即刻就掠佢啦嘛。所以咧成班友咧就係香晒。另外仲有7個屠夫㗎，唔單止話哈梅內伊本人啦，同埋佢嗰啲乜鬼嘢兒孫啊一齊嚟到陪葬啊，仲有7個軍佬高層屠夫嚟咁樣。據以色列時報嘅報導所講啊，當哈梅內伊死亡嘅消息傳開咗之後啊，德黑蘭嘅街頭係可以隨處都聽到歡呼聲嘅。霍士新聞就提到啊，美國方面相信喺呢一次嘅行動當中，以色列方面就稱之為紅絲怒吼行動，美國咧就稱之為史詩之怒行動。史詩之怒即係話忍咗你呢一班咁樣嘅神棍啦，47年㗎啦，忍咗好耐，係嬲到史詩式咁嬲嘅。喺呢一次嘅行動當中啊，哈梅內伊同埋另外5到10名嘅伊朗高層成員啦，係一同喪生㗎，唔單止係佢本人據以色列第12頻道所講啊，以色列喺行動開始嘅最初幾分鐘之內啊，喺經過同美國協調之後，就向哈梅內伊嘅住所投下咗30枚嘅炸彈，驚佢唔死，炸到佢粉身碎骨。呢啲真係挫骨揚灰啊！報道提到呢個哈梅內伊啦，當時就已經匿咗落地下㗎啦，但係咧就唔喺最深嗰2個嘅掩體之一。咁所以咧就唔需要話嗰啲乜鬼嘢轉地彈，就已經咧係可以觸及到佢啦，攞咗佢命啦咁樣。據衛星影像顯示啊，哈梅內伊嘅住所咧就已經係被徹底摧毀咗㗎啦。
而據路透社所講啊，喺空襲開始之前冇耐，哈梅內伊係曾經喺一處安全嘅地點啊，同沙姆哈尼以及拉利賈尼會面。咁呢個拉利賈尼咧就未死㗎，仲繼續牙斬斬喺個 X 嗰度發帖文。咁呢條友咧就係之前據報道啊就係哈梅內伊指定嘅接班人之一，就熱門人選嚟㗎。咁究竟邊一個係會繼任啦？咁呢個留翻下一節講啊，如果唔係講到好長㗎，係會嚇。嗱咁就講講咧，以色列國防軍目前確認到有7大屠夫喺第一日嘅空襲行動當中咧就拉柴㗎。咁要講下啦，邊7個係香咗咧？咁樣第一個就係沙姆哈尼。呢個人咧就係擔任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嘅高級顧問嚟㗎，係哈梅內伊嘅近身。呢個沙姆哈尼，咁佢咧曾經擔任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嘅海軍司令，係曾經擔任過伊朗軍隊嘅總司令。而以色列舊年6月嘅行動當中咧，係曾經鎖定佢㗎，當時一度咧就認為已經將佢擊斃咗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真係死咗啦咁樣，所以咧過到初一過唔到15。第二個就係帕克普爾。咁呢條友咧就係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現任嘅司令。據以色列國防軍所講啊，帕克普爾係主導咗伊朗摧毀以色列嘅計劃，並且係負責對以色列發動飛彈同埋無人機攻擊嘅。並且咧佢係支持伊朗嘅代理武裝團體，即係講嗰啲哈馬斯啊、胡塞啊、傑哈德嗰扎啦真主黨嗰扎啦呢個帕克普爾係實際指揮咗上個月國內嘅抗議期間針對示威者嘅暴力鎮壓，即係由佢嚟到拍板嘅。所以呢個人呢，就係伊朗嘅民族罪人，佢呢，就係負責落命令嚟到去屠城嘅，就係佢啦。所以點解啲人歡呼呢？伊朗嘅街頭就係因為呢一個人下命令要殺人㗎嘛咁我真係想請問嗰啲人一味口噏噏話講國際法，你喺點樣合乎國際法嘅情況底下幫到伊朗人民嚟到報仇呢？仲喺度咩又審佢啊，又成日咩捉佢去法庭啊？嘥氣啦，係咪我真係服咗嗰啲人啊！喂，為拗而拗嘅係，而家伊朗人民都話舉國歡騰啦，仲有咩好講啫？佢哋仲話捍衛公義喎，你睇下佢哋捍衛公義嗰啲方式啊！就係反特朗普咯，就係得把口講咯好啦，第三個咧就叫做阿薩迪，佢係伊朗軍方緊急指揮部嘅情報部長，同時咧亦都係擔任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嘅高級情報官。呢個阿薩迪係有份參與伊朗摧毀以色列嘅計劃。第四個叫做希拉齊，呢個嘢咧。1989年開始就擔任哈梅內伊軍事辦公室主任㗎啦。希拉齊係負責武裝部隊高級指揮官同埋最高領袖之間嘅聯絡工作。因為呢一個哈梅內伊唔係咁容易俾佢見到㗎，嗰啲下邊嗰啲人要經過呢個希拉齊十足個皇帝咁樣嘅，因為佢冇啊，呢啲係獨裁者嘅通病。驚住見嗰個又俾人哋行刺一陣間又驚住佢行蹤敗露呢個又唔信，嗰個又唔信就揾呢個希拉齊嚟到去做聯絡。佢咧係伊朗恐怖政權最高層嘅核心人物嚟㗎。好啦，第5個就叫做納西爾扎德，佢就係伊朗國防部長，國防部長都死埋。佢係前伊朗空軍司令同埋副參謀長。納西爾扎德係負責生產遠程飛彈同埋轉交俾政權代理人嘅武器工業，以及咧就係國防創新與研究組織嘅成員嚟㗎。呢個國防創新與研究組織啦，就係推動核武、生物武器同埋化學武器領域嘅項目㗎，即係專搞嗰啲咁樣嘅惡毒嘅武器出嚟，有核武、有化武、有生物武器。就呢個納西爾扎德有份搞。第6個叫做阿梅利安，佢就係國防創新與研究組織嘅主席，負責咧為伊朗政權開發先進技術同埋武器，
多年嚟咧係推動核武嘅發展，搞化武同埋生物武器。最後一個叫做莫扎法里尼亞，佢就係國防創新與研究組織嘅前主席，有份推進核武嘅開發工作。所以咧呢七個係同一日香晒。戰爭部長海格塞斯表示美國發動咗呢個史詩之怒行動，係歷史上邊最具殺傷力、最複雜、最精準嘅空中作戰行動。咁就所以咧，你就冇法子話唔服美國㗎。一日之內將呢個伊朗最高領袖及其親信同埋佢嗰啲嘅家族成員係幫佢埋單啊！喂，所以呢啲部署咧就唔係話呢頭講完嗰頭就去做，最緊要係咩啊？精準，最緊要係達到個目的同埋個效果，同時你都講係維持到美軍盡量減少嘅傷亡。呢一樣嘢係好緊要，亦都係一個負責任嘅表現，唔係話喂呢頭講完嗰頭馬上咧就輕含含亂晒龍咁樣去做，嗰啲就變成咗係政治嘅表演，係草菅人命。美國而家唔係咁樣做，係要力求精準，達到效果，同埋盡量嘅零傷亡。當然呢個喺戰爭上邊嚟講係好困難，但係力求咧係壓低呢一個嘅傷亡嘅數字。呢樣嘢係負責任嘅表現嚟嘅。伊朗方面就話：哇，有200個美軍咧係喪生咗啦。我睇勻晒所有嘅主流媒體，以色列嘅媒體都冇咁樣嘅報導，就可見咧伊朗而家係喺個網上邊係咁散播謠言。明明咧就唔夠打㗎啦，就話有200個美軍咧係陣亡啦咁樣，就一味講呢啲咁樣嘅虛假嘅消息喺個網上邊嚟到散播咁樣。咁海格塞斯仲提到話，美國呢一次行動嘅目標就係要摧毀伊朗嘅飛彈計劃。呢一場衝突唔係美國挑起㗎，但係美國將會結束佢。如果你喺世界上邊任何嘅地方殺害或者威脅美國人，正如伊朗所做嘅咁樣，咁我哋就會追捕你，我哋就會殺咗你。以上咧就係戰爭部長海格塞斯嘅貼文。所以咧係好清晰嘅，邊個同美國爆發呢個衝突，邊個同美國挑起矛盾，咁就有一個樣板就係伊朗啦。好啦，咁內塔尼亞胡總理就係發布咗一段嘅影片講話㗎，喺尋晚發布㗎。晚安，我嘅弟兄姊弟們，以色列公民們，喺今日早上，即係佢講尋日禮拜六早上啦我哋以色列同美國咪啟動咗一項聯合行動，以消除嚟自伊朗阿亞圖拉政權對以色列構成嘅生存威脅。我曾經話俾你哋聽，呢一項嘅行動將會持續進行，直至到必要嘅目標完成為止。我哋亦都需要保持耐心同埋毅力。我感謝我嘅朋友特朗普總統嘅領導，喺今朝早我再次同佢通電話，並且對於我哋之間嘅密切合作表示歡迎。我哋絕對不會讓一個殘暴嘅恐怖政權獲得核武。我哋將會繼續打擊恐怖政權嘅目標，並且消除威脅。我亦都向伊朗人民呼籲，千祈唔好錯失呢個機會，為你哋嘅未來同埋自由團結起嚟，走上街頭。以色列公民們請繼續遵守後方司令部嘅指示。以色列民族長存。以上咧就係內塔尼亞胡嗰個影片講話嘅一個節錄咁至於巴列維王儲咧就話呢個哈梅內伊呢個暴君屠殺咗數以萬計伊朗最勇敢兒女嘅兇手，已經從歷史嘅舞台上邊被抹去啦。係哈梅內伊消失於歷史舞台，就唔係好似嗰啲左膠所講話美國消失於歷史舞台。發神經呢啲人係不知所謂。巴列維仲話，隨住哈梅內伊嘅死亡，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實際上已經走到咗終點，並且好快將會被掃入歷史嘅垃圾堆。呢個政權嘅殘餘勢力，如果試圖為哈梅內伊指定繼任人，從一開始就會注定失敗。無論佢哋推上任何人，既不具正當性，亦都擺唔長，並且必然同樣要為呢個政權嘅罪行負責。
哇！真係講得好，擲地有聲。軍方、執法部門同安全部隊任何試圖挽救一個正在崩潰嘅政權嘅努力，都將會係失敗㗎。呢一個係你哋加入國家嘅最後機會，協助確保伊朗順利過渡到一個自由而繁榮嘅未來，並且參與建設呢一個未來。罪犯哈梅內伊嘅死亡雖然無法償還所留下嘅鮮血，但係或者能夠為嗰啲悲痛嘅父母、夫妻、兒女，以及喺伊朗獅子與太陽民族革命當中犧牲者嘅家屬帶嚟一絲嘅安慰。尊敬而勇敢嘅伊朗人民，呢一個或者就係我哋偉大民族慶典嘅開端，但係呢個唔係終點。請保持警覺，做好準備。大規模決定性嘅街頭行動時刻已經近在眼前啦！讓我哋團結一致，堅定不移，迎嚟最終嘅勝利，並且喺我哋摯愛嘅祖國土地上邊慶祝伊朗嘅自由。以上呢就係巴列維王儲嗰個嘅貼文。咁就所以係依家呢一次呢，係好大機會使到伊朗實現民主化，係解放伊朗民族嘅一個最好嘅機會。當然你係要睇伊朗本身嗰啲人嘅做法啦，就唔係話靠美軍或者以色列國防軍派地面部隊去可以干預得到嘅，亦都唔會派咁但係已經幫咗好大嘅忙。就大家一定要記住，全世界只有美利堅合眾國係可以發揮到呢一個嘅作用。好啦，呢一節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拜拜。